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金蕉。自细汉我就最爱甲爸爸妈妈出去佚佗，因会带我去坐火车四界游览。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车头。车头汉字写作车头，罗马字写作呲牙车、特鳌头。车第一条，头第五条。车头是火车站的意思，火车咧让人落车坐车的所在，毋是火车的头一节哦。咱若是要讲拖规只火车的迄粒头，咱叫做车母，也是火车母。较早高铁、飞行机无即马才实行的时阵，咱若要去较远路的所在，拢会坐火车较济。就安尼，车头正做要甲人分开，也是做伙的所在。毋只有袂少流行歌，拢甲车头、火车有牵连。要坐火车爱先拆票，若是直接去车头拆票，内底有专门咧互人拆票的窗口，服务人员会问你讲，要买当时的，要坐到倒位，要拆几张，敢有要拆来回票？我要一张4点20分台北到高雄的车票，嘛会使讲我要一张上紧到高雄的车票。车票拆好，要坐车就要踮月台听候。要入去月台时，爱先伫遐互铁路局的人加票。你若是要入去月台送人坐车，就要买月台票。俗语讲落车头无探听，意思就是讲落车头来到一个新的所在，煞无去探听当地的人物状况，咧讲人袂晓看人，看人无，有眼不识泰山的意思。还有一句俗语是“鸭做头会歹火车”，是咧譬如人嘴真白、真严，袂甲重要的消息也是秘密。讲互人知，什么？你就头中一亿？溜、车头、车母、拆票、窗仔口、月台、落车头无探听、加做头会歹火车。车票拆好，我要紧来去车头坐火车。今仔日的十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